150年前，马偕博士来到台湾，发现台湾女性大部分是青梅牛，马偕就开始办女儿堂，免学费提供遮大，教捌字、学占字，就安尼改变台湾查某囡仔的命运。100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 唔是 her story。马偕博士伊认为讲，女子互因有受教育上好的，就是设立学校啊，所以伫1884年，马偕博士伊就设立台湾第一间女子学校——淡水女学堂。张聪明与马偕结婚之后，那其实他对于马偕有非常多的协助常常会有外宾来，国内外的宾客来访问马偕，所以这个时候会英文的张聪明就变成是要负起接待的一个责任。那除此之外，他还要担任在女学校授课因为马偕经常不在，所以女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大概都是由张聪明来负责操办处理的。台湾迄当时也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礼教观念。自从女儿堂一开始，汉人的查某学生无济，第一届学生无到30人，佮大多数是宜兰北部族的查某囡仔。几年后，学生人数豆豆增加，女儿堂嘛对培养宣道妇开始展开培养普及教育。1907年，宣道妇的人数已经有够台湾的教育嘛要更加普及所以就上一般的课程当然上课台语为主啦佮互囡仔选修到英文，佮选修到这个音乐的部分，互囡仔伫遮有得到更加好的一个自救。咱校伫这个女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培养真侪真优秀的女性第一个就是蔡雅信，蔡雅信是咱台湾第一个女性的医生。时尚钢琴家就是陈信珍，佮培养一个妇女先驱钟信心，带动咱规个台湾女子的教育。淡水女儿堂自创后，经过几若摆变变。对女儿堂、女学校、顺德女中到目前男女做伙读的淡江中学，培养侪侪优秀的女性先行者。专人教育甲有教无类的创校精神一直传承到今。这栋1916年起的红砖仔西洋楼，见证台湾女性100年教育的脚印。我想对咱即马来讲，甲咱女性会当去读书求学是真普通的代志。咱看即个所在，咱才会知影讲，原来女性毋是讲一生出来就一定会当去求学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所在本身伊的即个历史意义，应该爱互大家知我的设计就中一个女即个表示女性甲顶天立地的迄个想法安尼因为咱咧淡水嘛淡水咱遮上侪听到是海涌的声音搁淡水、八里、北投遮拢是在来敢石较侪的所在，所以迄阵要做即个地标的时阵，就想到讲安尼咱来用迄个石大理石来做即个地标的设计。女学堂的这个地标是第一个啦。了后有几落个，拢安尼陆续安尼去做出来我感觉咱台湾的女性咧写历史共款我感觉这个代志是真赞的。